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5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历代志上12章16节到22节，启示录21章第5节到14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新造的人。基督徒的性命必须要被更新。特别是伫领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后，当初来教会的门徒经历着这个世地反顺道了后，为着要来得闪这个逼迫，就四散。后来就大部分的人到安提阿，巴拉巴嘛受派去到伫迄个所在，因伫遐的生活的模式隆重改变，过着一个新的生活。所以当地的人就称因做基督的军队者 （Christian）。后来这个字翻译做基督徒。因为新的生活带予因新的力量。安提阿后来嘛，成做基督教发展上早的一个宣教士采派中心。新的生命带来新的力量。咱伫这个历代志上卷12章16节到22节，也看到大笔的时代的祝福。上帝予伊成做以色列的君王，甲伊同在，并且差遣伊的圣神来临到这所有的军官，全部的人拢着受到改变，有新的生命，就拢归顺大笔。所以大笔的军队就成做一个真强壮上帝的军队同款的壮大。圣经讲，阁有便雅悯人甲犹太人来大笔的要塞，大笔出去迎接因，对因讲：恁若好意要来帮助我，我欢迎恁甲我来联名。毋过恁若要将我这个无罪的人出卖互对敌，愿咱会来做上帝监察执法。迄是上帝的神临到伫正军官的首领阿玛赛，伊就讲：大笔啊，阮是要来归顺你，亚西的囝，阮是支持你的，愿你平安顺利，愿帮助你的嘛拢平安，因为你的上帝帮助你。大笔就接落伊，设立因做游击队的队长。大笔甲非利士人做伙要攻击扫罗的时阵，有一寡马拿西人来归顺伊。后来因无帮助非利士人，因为非利士人的领袖参详叫大笔倒去，讲伊真有可能摕咱的头壳去归顺伊的主人扫罗。大笔去这个西吉拉的时阵，有马拉西人的指挥官阿拉、约沙巴、亚蝶、米迦勒、约沙巴、以利户、西力泰，拢来归顺伊。这人帮助大笔对抗游击队，因拢是勇猛的战士，搁做军官。迄时，逐日有人要来帮助大笔，伊的军队就亲像上帝的军队同款，遐尼强大。伫启示录21章第5节到14节，约翰的预言提到着上帝要将万物这个拢更新。其实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讲上帝做新的万物。英文来讲 ，make all things new。这个概念甲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保罗的神学理论是有合的。后来坐伫宝座迄位讲，看我将万物拢换新。伊佫讲，着写起来，因为这的话真实可靠。伊佫甲我讲，完成啦，我是阿米法甲欧米伽，是开始甲结束。
水焦的人，我要将活命的水甲水泉白白互因啉。得信的人会承接者的。我要做因的上帝，因要做我的囝儿。毋过遐个无大背信腐败害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，以及所有讲白贼的，因着去的所在是用迄个火甲硫磺得烧的火。这个就是第二遍的死。后来七个天使就是摕7块碗堆满炉尾7个载的下，其中一个来对我讲：来，我要报你看新娘，就是羊羔的某。我受圣神的感动，互天使带到伫一座大的山，互我看见天顶上帝遐降落来的圣城耶路撒冷。这个城有上帝的阳光，城的光亲像上宝贵的宝石，亲像碧玉，亲像水晶遐尼光。城有大搁悬的墙，城墙有12个门，这个门有12个天使伫固守，有刻以色列子孙12支族的名。东边有3个门，西边有3个门，南边有3个门，北边有3个门。城墙有12个地基，地基顶有羊羔的12个使徒的12个名。咱的性命必须爱亲像被神造的同款，永久的性命是完全无关。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了后，咱的性命才会有新的力量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穿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厦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动摇。伊的宝座，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你对永远就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在夜涌，大水夜涌出大声，大水夜涌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，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的恩典，互阮会通经历着更新的力量，得到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活出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，见证阮是基督的门徒。基督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